所以迄当是2000年，恁还袂出世的。那一年我当新语组长，我做紧张的，然后我们那礼拜星期三要一起出发的哈，有3间学校，国昌、立德、后勤，今摆改名，今摆叫后金，迄阵还未改名的，搁叫和平国中。啊，我们同一天出发哦。结果迄天会知啊，礼拜2早上，礼拜3出发嘛，拜2会知啊，和平国中去出发，中午啊。看新闻，看气象。报告校长，根据我的情报，和平国中照常出发啊，因为我们当然都希望出发个球，你看那样，那时候已经星期2了哦，贴上哦，然后。宣布规排3年啊欢呼呢，结果你感觉是被人家背叛的感觉呢？我们过2个月呢更久。我们重点是什么？跟主任讲说，你们国昌哦，人家和平都已经延期了，你们为什么不顾学生安危啊？西郎呢不顾学生安危，你知道压力多大？那不是说，你们我们去就去，你们不去就不去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太近了，所以那个家长知道，好了，你们为什么不顾学生安危？我那时候出主意给我们主任。就跟他回家长啊，要看校名是什么啊？他们叫和平国中啊，所以他们要和平才能去啊。咱叫他国昌，国昌，惊啥？红台国昌，国昌啊。好，结果你不能中午宣布要照常出发，你下午再反悔，那更不用玩了。好啦，硬着头皮去了，结果安怎样？我那时候带队了，我新语我主办啊，我交代总领队，你要把每一台车讲，交代同学，每一个同学都给我打电话回去，因为家长很担心，不知道天气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打电话跟改，爸爸妈妈，我跟你讲啊。天气实在太恶劣了啦，我快要被晒伤了啦！3天一滴雨都没下，我不是讲假的哦，真的要被晒哦！3天一滴雨都没下，然后礼拜有很大雨，整个周末连下了30天，有更好的下。我打给你们看，我都有这台风记起来，这个已经忘记他名字了，因为他就这样走了。
可是下个礼拜隔一所以和平有没有去？没有了。他们延到下学期了啦。我要劝他，好啊。我再听一下。欢迎小龙牙马是安尼啊，国昌第3届到中马来武林，前面的天气都很好。国昌一到营地，下午开始下雨，本来个毛毛细雨哦，结果困到半暝啊哈，我在小木屋被那个雨声吵醒，你知道？下黑了，而且在帐篷里面露营，被雨。倾盆大雨哦，外面下大雨，帐篷下小雨，所有的人都被搬到那个集合场，全身湿透，然后很容易感冒。厨房煮姜汤来给同学喝，然后教官还要在前面带动唱，因为你身体不动，你会感冒啊。结果姐姐那僵尸啊，就卖款那脸色。我受罪，我在床上不好，好。按我来讲，3天后要走的时候，我办不夸张的了，依依不舍哦，底下好哦。爸母饲恁10几档，也毋爱看恁安尼啊！到我3天就来骗你，有够无价值的。那个包一叠明信片、卡片，因为我的播音小天使跟你一班啊，我一准你训育组啊，我的播音小天使哦，他就代表他们全班，他们班哭得最严重啊，因为我坐他们班的车，我知道啊，把一叠卡。帮我转，Robert 那都寄回收室了。老师，为什么1个礼拜了都没有收到回信？忙啊，忙的时间回信，其实是回收资源回收生很忙啊，教官没有很。要北来还是教官联络？令你赶活动结束跟学生下，你不但被革职，而且永不录用，传出去没有一个团队敢用。没让出去。176页。红开，比较不一样。哪2个板块？一个
海岸山脉属于菲律宾海板块，中央山脉跟底西属于欧亚板块，纵谷是台九线，这海岸线啊，台九线界你可以纵谷两边都是山，一边海岸山脉，一边中央山脉。好，弄做水的。啊，你若行纵谷线，你拄啊行伫板块交界，你让跳过来讲，欧亚板块，菲律宾海板块。这两个板块谁在上，谁在下？回答我 ，Answer me。欧亚跟菲律宾海，好，迄个印澳还是上迄个非洲，还有看谁在上啊？在上了就把在下的那个上面的东西一直刮起来嘛，要变成山运动。好啊，这个山有时候就是造山褶皱山脉嘛。来，那你回答我，你看这个图，迄树啊收起来好无啦？我要帮你修你啦。你要不今天要帮你修啊？哦。较紧的啦。你要上课，我袂卖杀出来。你看不出来，因为南边跟北边不一样。你从南边看，不过你为北边看是菲律宾海板块里卡，迄个像安怎？我这个板块菲律宾板块当初撞上欧亚板块的时候，人还没讲好哦。谁在上谁在下没讲好，结果就这样卡上去了。它就没办法一直一路，你哪开海洋板块，它一直隐没下去，它就一直刮上来，就一直下去而已。不是，你如果是这样挤住了，可是后面推力又一直推，你卡在这边，后面又一直施力一直推，我的妈！所以就造成我们的海岸山脉整个扭曲褶皱地形这么严重，它就卡，可是它又一直推，所以就造成中央山脉这一种地形，也造成火山活动，让北边经刮死，大屯山脉火山群，就是安尼啦。好，这板块运动。要看63岩层的记录。我们地下岩层像一本书，里面写的东西都记录它的历史。有什么记录？我们前面讲过的东西，内应力造成的褶皱断层，还有岩脉跟岩浆入侵，跟外应力造成的侵蚀。阿哥他沉积，这一些都记录这个岩层的历史。不过我们怎么知道先后顺序？来做判断呢？记得一个大原则，会影响前面发生的。
后来发生的事会影响前面发生，这不是法吗？是少的在下面分析的哦。另外来讲的哦，先判断看得出来吧？推力造成对不对？推力造成就是我们台湾就是逆断层，安尼知道不？然后相反的就是正断层，你就这样记，又不用去记什么上盘下盘。只要聚合性板块推力造成的，就是逆断层，这就是逆断层。好，然后来一个延脉型，先还是延脉先？你要判断延脉有没有被扯断。延脉如果没有被扯断，谁先？断层先，因为后来会影响前面，延脉没有被影响嘛，表示它是后来嘛。如果这个延脉也跟着被扯断，那就谁先？先延脉再断层，很简单吧？这就我讲了，后来的事会影响前面的，后来发生会影响前面的。来，大家178页，它几个步骤？第一个，立岩层开始沉积，然后呢，表面形成侵蚀面，这是第二个步骤。第三个步骤，侵蚀面之后上面又堆了砂岩层。第四个步骤，岩脉入侵了。第五个步骤，断层发生。所以你看断层啊，岩脉把它整个扯断了。然后最后地表的侵蚀作用，地表的侵蚀作用得把那个冒出来的岩脉磨平了啦。所以就造成这样。现在你如果只看到6这一个图，你能不能把前面步骤顺序推算出来？应该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要看可不可以，来图6/2，排顺序，侵蚀面。第四个就从顶管来，延脉断层。来，这5个你顺序排得出。6/2，图6/2。题目就这样，这里的题目就这样。这些顺序把它排出来，看着这个图。你看要到今啊啥课本？
来，白了没？第一个步骤是哪一个？上会卡耶嘛，砂岩沉积。第二个，好，来嘞，来嘞，砂岩上面还跌下去嘛，所以接下来是什么？这个4跟5哪一个先？很简单，你看地面有没有平啊？地面有没有高低不平？没有，就是被侵蚀过了。所以谁先？断层先啊，因为后来的侵蚀面影响到了断层啊，后面的影响前面的嘛，所以就变成梯这样子出来，没有被磨平，那就倒过来了。先侵蚀面，对你对那个意见，你发现它已经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没哈，没告时阵，你要注意一件事，你能比较出来。一个在这比出它的先后，哎，不是，比不出来啊，不是说你一定都比得出来。好，好，来，咱看后一个讲的化石。到现在多久了？100万年。什么恐龙不对吧？你们生物念过啊？不是蓝绿藻、蓝绿菌吗？那个几年前，我印象好像20-30亿年吧。可是那时候地球只有单细胞生物。球，它才会看到到处会飞的、会爬的、会游的。现在5G 生命到大爆发。小诺会发生5G 生命大爆发，地球的环境产生一个划时代重大变化，它有一个改变。
了。氧气是2颗的，3颗的是什么？头3啊，臭氧，有臭氧形成的，它能吸收紫外线。生物细胞被紫外线一照，它有颗粒啊，产生被杀死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隔绝臭氧，深海，很厚的海水可以隔绝臭，所以只能在深深的大海，所以那时候只有海绵宝宝，不，我别讲，住在深深的大海，好，所以海绵宝宝为了多三倍是变化石。第一个，它的生存的空间范围要怎么样？很广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伊敢若一个所在有尔，我无对通把伊握着啊。但是它的时间要怎样？短。那爱情带拢个有诶，像鹦鹉螺安尼，啊，你握着我。灭亡了，你说为什么生态结束灭亡？我们误导这个因果，我们这讲法是误导因果。我们是根据化石来划分这个年代的，所以不是三叶虫说古生代了，所以拜拜哈，世界的舞台消失，不是安尼啦。导致它不适合生存，所以古时的那个指化石就是三叶虫跟菊石，菊石是中生代，它这边三叶虫，中生就新生代就是哺乳类，这它要分成很多季，这季里来写古时代，因为开始。奥陶纪6纪、本纪3纪、2叠纪，这种时期啊，我讲给人呢，它有一段是恐龙时期小一点是车的时期，喜欢各种车。我儿子小时候最喜欢垃圾车。所以每次垃圾车来他好嗨哦！然后那时候我要抱他，他还不会走路哦，抱着他，我抱着他哦，然后这么碍事吗？那种我搞完给他泼的哦，然后那垃圾车不是收垃圾会过来吗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吃垃圾怪物来了，吃垃圾快来，快逃啊，快逃！然后快逃，然后我就一起跑。每次垃圾车来，我们就玩一次。就带着跑，然后后来就进阶到恐龙时代。他到恐龙时代的时候，
已经大一点了。我去写家乐福，把所有的家乐福恐龙书全部扫完了哦。那晚上睡觉哦，就是叫你念恐龙书，一起看哦。结果我嘿，店里面买那个恐龙玩偶嘛，伊底下很有兴趣的看，老板当然很可爱，就说：“小弟弟来，你看这一只暴龙。”然后他很沉稳的跟老板说：“它不是暴龙，它是牛龙。”后来我去查图鉴真平滑的牛龙的背是有一个一个凸起的，那一只是牛龙，我儿子没有讲错，但是我老板不认识牛龙。来，你看，他会那它选的明星恐龙、迅猛龙、暴龙，通通是白垩纪的恐龙。这个侏罗纪公园，安尼敢对？唔对嘛？你想那唔叫白垩纪公园？哪念哦？ Jurassic Park，J-E-R-R-I-C， 很短而且很好念 Jurassic Park。说话题我袂样念，电影要讲行销的啊，所以他这样就把它命名成，我管你里面的恐龙都是白垩纪的恐龙。嘿，那个我还是叫它侏罗纪公园啊。然后。 最后一个单元，他告诉我，恐龙灭亡的原因可能有下列几种：一、环境的巨变；二、什么什么。他列了六七点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经过我小时候到现在才几十年的时间，你现在买的恐龙书，它不会这样写。告诉你。 撞上了地球，在行星的大小、撞击点在哪里都知道了。这颗行星的直径大约10公里，还好。这颗行星头撞到地球的时候，它的屁股还比喜马拉雅山高哦。 可是我告诉你，10公里的行星真的在太空真的像尘埃一样。还好。可是这样一撞击，对地球几点？哇，刺激！它撞击走过去，每撞的时间就挂掉。那说它咬撑不了多久，它那个撞击造成整个地球大气层乌云蔽，所有绿色植物开始死亡。这时候草食性恐龙没有食物挂掉。
雌性恐龙吃完它们最后一餐，也挂掉，恐龙就没了。哇！但是要说恐龙就没了，其实也不完全对，因为它们有一个后代留到现，蟑螂。你若讲蜥蜴也是那个鳄鱼嘛它差不多，但是不是？蜥蜴跟鳄鱼跟恐龙没有直系的关系哦。你知道跟恐龙有直系关系的是哪一种动物留到现在？鸟类。没有。现在的鸟类，恐龙的时候，它已经那个身体骨骼结构都空心的，跟现在的鸟类是几乎一样的。所以鸟类因为体型很小，消耗能量小，它可以不吃比较久，所以那时候它就没有，它就留存下来了，它就留存下来了。我来讲啊，那一颗小行星是恐龙，可是没有那一颗小行星灭掉恐龙，搞不好在座你们听，在底下听都是爬虫类啊。哺乳类不会起来。我告诉你，那时候的迅猛龙哈，还做一个问题的地方，它里面的迅猛龙根本不是迅猛。它其实应该叫什么？因为它迅猛龙还是很高大，你知道真的迅猛龙多大？它跟一只火鸡差不多，比你还矮一半哦。这么小？真的啊！可是它为什么很恐怖？它有在上课吗？毁灭之后，哺乳类才趁势起来，所以那颗行星造成恐龙灭亡，就是要让我们哺乳类起来的。对。大陆。已经，我唔知你有听过无？叫做有一年换成一年，从元旦开始升。你等比例，几月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，然后利用10亿。最原始的人类什么时候出来？31号。31号。文明从发明文字5000年上点59分30秒，人类产生了发明文字了，文字甚至30秒到现在，这种感觉就是我要跟你讲，等比你们看，太这样有点感觉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人你可以想
6500万年哦，1亿2000万年了啊，它的年这样更有感觉了，有无？好。